耳朵可以是眼睛，眼睛可以是心靈，心靈可以帶嚟觸感。五官感應藝術館透過頌缽靜思、互動劇場同埋無伴奏清唱音樂創作，俾到大家用唔同嘅觸感嚟到去感受藝術館。畫就好似一道門，當你踏入呢個門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深入去睇另一個層次嘅世界。欣賞任何嘅藝術咧，都可以俾我哋揾翻自己，明白自己多啲。透過日常嘅故事啦、人物角色等等，用互動參與形式去啟發觀眾，感覺一下自己同藝術嘅關係啦。只要我哋睜開雙耳同雙眼去感受一下咧，其實大自然一直都喺我哋身邊呼喚住我哋嘅。